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伊朗，聊聊中东，聊聊波斯局势。今天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混合治疗的第108天，也是哈梅内伊悟道成仙的第108天，同时也是穆吉塔巴、哈梅内尔人间蒸发、音信全无的第108天。就在这第108天，这个波斯局势似乎真正的迎来了曙光。但这个曙光恐怕还要打一个引号。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也表示，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授权立即解除美军的封锁。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这项伟大的协议将为整个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许多总统都曾试图与伊朗实现和平，但在他之前都失败了。该地区的领导人首次找到了一位能够帮助他们实现真正和平的总统。随着周五协议的签署，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届时，石油将再次从海峡两端流向整个地区乃至全世界。而伊朗方面也宣称，伊朗的外交部副部长宣布确认战争立即且永久结束。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叫加里巴巴确认已达成结束美以战争与伊斯兰共和国的协议。战争的立即且永久结束，以及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军事行动将从今晚开始宣布。他告诉伊朗国家电视台，该协议包括以色列与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恐怖组织在黎巴嫩冲突中的停火。巴基斯坦总理也在声明中表示了这一停火。加里巴巴迪在接受国家媒体采访时补充说，最终协议谈判将在60天内进行，并补充德黑兰将采取自身措施以防对方违约。加里巴巴迪的言论发表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确认两国协议完成并授权开放伊朗封锁的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同时结束之后。同时，加里巴巴迪还说，将于本周五6月19日在瑞士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于本周五，也就是6月19号重新开放。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称，随着周五的签字仪式以及开展的扫雷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石油将再次顺畅流通。根据纽约时报报道，无论是伊朗还是斡旋方巴基斯坦，还是美国的总统特朗普，他们在公布谅解协议备忘录文本已经达成，时间上还有很多小算计。特朗普他是在美国时间6月14号宣布说已经达成了，马上要在瑞士6月19号正式签署。而且美国副总统万斯还说他自己本人也亲自前往瑞士去签署这个协议。那特朗普是6月14号宣布，那伊朗是6月15号宣布。为什么？因为美国时间6月14号是特朗普的80岁生日，应该是这样的，我看 CNN 报道。所以说特朗普赶在自己生日这一天也给自己献礼，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中东实现和平等等，伊朗永久没有核武器。总之在特朗普的这个语境里，美国大获全胜。在他80岁生日这一天，终于有响表，这就是伊朗送来的响表投降，为他生日，这是作为贺礼。但是伊朗人就不愿意，伊朗人非要推迟7个小时还是8个小时宣布。那8个小时以后伊朗人宣布的时候，美国已经过了6月14号，特朗普的总统刚过，伊朗宣布达成协议。就刚才那个加里巴巴迪说的，6月19号在瑞士签署协议。那这个中间人巴基斯坦那就更有意思了，巴基斯坦两头都不能得罪，他既要给特朗普献贺礼，又不能给伊朗添乱，这伊朗就不愿意给特朗普献贺礼，所以在特朗普生日过了他才宣布。那这个巴基斯坦怎么办呢？说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他在社交媒体发了个帖子，这帖子发的挺长，也就是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就宣布双方宣布永久
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而且说立即，不是说签备忘录，6月19号再停止，不是这个意思啊，是现在开始。他发这帖子的时候，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黎巴嫩在内。也就是谅解备忘录还没签，6月19号才签，但是现在咱觉得停火了，不能打了。正式签字仪式将于6月19日在瑞士举行。加巴兹说，也就是谢里夫，他说协议现已敲定，斡旋方本周将牵头开展一系列会谈，也就是这几天还要密集磋商，相关会议将为后续技术性谈判以及正式签字仪式奠定基础。也就是6月19号签字之前，还有一系列的会，双方还要协调。这中间是不是就要出问题？巴方感谢美国与伊朗致力于通过外交途径化解途径。巴方还感谢卡塔尔方面所做的调解努力。卡塔尔为这份协议达成提供了支持，什么支持？所以我们媒体推测卡塔尔什么支持？那不就是给钱吗？卡塔尔很有可能解冻了部分资金，提前做担保。这个谢里夫还对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表达了感谢。那谢里夫发这个帖子的时候，恰恰是卡在中间，也就是美国还是6月14号，但是伊朗已进入6月15号。谢里夫发这个帖子的时候，两边都合适，既没有得罪特朗普，给特朗普送去了生日的贺礼，没有过6月14号，但是呢，在伊朗已经进入6月15号了，所以也没算得罪伊朗。你说容易吗？就从 CNN 报道，这三方从时间点公布谅解备忘录达成的时间点，就说明三方都有自己的小算盘。这个小算盘的背后，实际上都是什么？说来说去都是对同样一个东西，就这么一个谅解备忘录。反正我相信它是一个文本，双方看到的应该是同一个东西，但是各自不同的表述，那就是各自赢麻了。那特朗普就不用说了，他应该第40次赢了，那绝对是赢麻了。他自己在社交媒体上也说了，这是美国历届总统求之不得的、梦寐以求的跟伊朗达成这种协议，我这轻而易举的就达到了，赢麻了。但是伊朗这边一样的赢麻了。纽约时报说啊，伊朗等到当地时间午夜过后才最终敲定协议，从而避免了在特朗普生日当天签署。7.5小时的时差使得美伊双方都能声称协议是在各自心仪的日期达成，即特朗普倾向的周日以及伊朗倾向的次日。所以伊朗人昨天就说了，不可能在6月14号签协议的，但是不排除未来几天会签。那意思就是我就不在特朗普生日这一天给你送上贺礼，非得推迟2天，推迟1天。伊朗的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已在谅解备忘录草案中涵盖了所有重要立场，公众将能够看到伊朗的成果与承诺。他表示，伊朗取得的成果远大于承诺。伊朗军方发表声明说，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证明敌人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失败。伊朗称谅解备忘录是对美国的全面胜利。那么从伊朗方面公布的14条备忘录，这网上有很多，咱们前2天也介绍了。按照伊朗人公布的14点，再按照特朗普还有美国方面所驳斥的，咱们简单的捋一下。一个是伊朗方面说，你马上就得付钱，先是所有战线都停火，你马上就得付钱，你付多少？你先付30亿、50亿、120亿，后面你再付120亿，你得解除制裁、解除封锁等等。最终伊朗人也就是承诺同意他不搞核武器，不研发也不买，大概这个意思啊。至于怎么销毁这个浓缩铀，这还得后面再去细节再去谈。美国反驳的这些，无非就是我不给你钱，你得按照协议，你完成，就按照时间节点，你完成什么履约情况，我再给你解冻，给你相应的解冻资金，解除制裁。如果按照美国和伊朗就目前双方说的这些，当然了，最终协议文本6月19号签完之后，我相信会公布。但是目前双方争执的这些，可以断定特朗普签的这个协议，就目前来说，但是我也不知道真正的协议是什么。就目前双方泄露的这些内容来看，如果照这个签，那就是特朗普签了一个比奥巴马好不到哪里去的，甚至比奥巴马的协议还要差一点。特朗普打了自己的脸。那除非6月19号公布的这个协议完全跟伊朗还有美国人说的这个不一样，那另当别论。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这个协议来说，朗子所要做的事情，无非就是把浓缩铀给它稀释了，在国内稀释完之后，你销毁是不销毁，还是你美国人拉走都无所谓，反正人家在这儿稀释，他最终他得到了240亿美元，钱拿到了，制裁没了。不光是制裁没了，对吧？你美国还要为他搞一个3000亿的重建资金，你要帮伊朗人去开发3000亿美元，这个当然了，你可以解释成战争赔偿，当然伊朗人一定会解释成这是美国和王爷国给我们的赔偿，对吧？盘们恐怕也这么认为，但是盘们他就没法解释乌克兰和美国签的矿产协议了，因为盘们认为乌克兰人跟美国签的矿产协议是丧权辱国卖国，对吧？把所有的矿都卖给了美国人。你这个特朗普玩的这种重建基金3000亿也是一个逻辑，跑到伊朗去开发石油去了，他要控制伊朗的石油，通过这3000亿，他重建完了石油你要卖给谁？这都受美国受这个制约，美国人去开发，伊朗人也没钱，美国带着王爷国去，但是朗子完全可以把这宣布成这就是美国和王爷国给我们的赔偿，战争赔偿。伊朗掌握了某种主动权。什么叫主动权？就是说240亿美元到手了，你制裁都解除了，这个时候他暂时核武器不要了，但是核武器这东西咱们一直说，它从技术来说它不是什么高精尖的技术，你只要有钱，假以时日就能搞得出来。伊朗人已经把它搞到60%的丰度的浓缩铀了，所以伊朗人是具备知识储备的。虽然你把他科学家给炸死几个，人家这个知识还是在的，假以时日，这个人才就有了，人才人家现在就有，钱有了，决心他永远有的决心。你除非把毛拉政权给颠覆，否则你毛拉政权不颠覆，那人家搞核武器的决心永远在，决心有了，那不就是时间的问题吗？有钱有人也有决心，这个技术也不是什么高精尖技术，人家已经搞到60%了，所以说人家就从零开始，很快要不了几年核武器就能搞出来。所以如果你要特朗普把这个协议签，实际上标志着特朗普前功尽弃。本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是有机会从根上解决问题的，结果也是特朗普搞得绥靖，把这次行动这个成果最后变成一个仅仅是送走了几个猫拉。虽然这些猫拉手上沾有波斯人的血，把这几个猫拉给送走了是很有必要的，但是他本来可以进一步扩大战果，结果也是特朗普个人原因，或者是特朗普这个小团队，这叫见小利而忘义，是吧？干大事而牺牲，是吧？至少目前看像这样。但是我也在想，我认为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因为特朗普搞了半天，搞了一个跟奥巴马一样的协议，今天、明天、后天这4天你还可以在那儿捂着，因为还没有公开。6月19号，双方一旦签字，协议肯定要公开。一旦公开，不是伊朗炸锅，就是美国炸锅，就这么简单。为什么这么说？首先，如果对伊朗不利，伊朗就会炸锅，因为伊朗现在就已经炸锅了。在美伊即将达成协议的消息传之后持强硬立场的伊朗民众从昨天起开始举行反对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和伊朗议会议长加里巴夫的抗议活动。加里巴夫6月19号要去瑞士，要跟万斯2个人签协议。伊朗的这些民众在外交部外面高喊口号：阿拉格齐去死，你这个不光彩的妥协者！说阿拉格齐要点脸吧，别再纵容美国了，别再让步。加里巴夫、阿拉格齐辞职，阿拉格齐你真可耻，别祸害这个国家了。这我们诉求只有一个，复仇，是吧？阿拉格齐要点脸吧，别再谈判了。联合早报报道说，美伊将签署和平协议，伊朗强硬派指责协议不符合国家利益。说这次抗议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和调解方巴基斯坦力推的和平协议遭到伊朗强硬派人士反对之际。强硬派人士认为协议不符合伊朗的利益，会削弱德黑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影响力。他们也指责伊朗谈判代表为了达成协议做出过多让步。也就是说，虽然伊朗方面已经把谅解备忘录把它解释成是伊朗的一次重大胜利，是特朗普夹着尾巴逃跑了，特朗普被迫按照伊朗人的这个条件停火，又是给3000亿的赔偿，又是先解冻240亿美金，完了之后浓缩铀还是我们自己处理，我不交给你美国，
更重要的是，大家记得开战之初啊，双方呼声比较高的美国和以色列，他们的条件大家还记得吧？要达到4个目标，一个是去核，第二个是什么？远程攻击武器，就是弹道导弹要限制，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是叫什么？代理人，就是你伊朗不能再搞这个代理人了，到处输出革命，祸害中东。还有一个是什么？我记得是4条。那现在特朗普已经把它简化成就1条，核武器。你看他这个协议里面不涉及代理人，不涉及远程导弹。你要是这么理解，那就是伊朗获得了重大胜利。但是你想，即便在这种胜利之下，伊朗的西装派把这个包装成伊朗重大的胜利，那伊朗的强硬派还是要不愿意签协议。所以说6月19号如果公布的，你那个时候你不能再搞个波斯语吧？那这个要向全世界公布。所以说一旦公布出来，那我觉得伊朗这边恐怕也炸锅。如果伊朗不炸锅，那就是美国共和党、民主党、CNN、华尔街日报，那就万炮齐轰，对准了特朗普。特朗普这一下嘚儿的起皮了。你看，连奥巴马都跳出来了。奥巴马现在就开始看笑话了。奥巴马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他怀疑特朗普最终达成的伊核协议和他当年达成的核协议会有什么本质不同。主持人罗伯茨问说，您长期应对伊朗核问题带来的威胁，对于当前局势以及有关方面的处理方式你怎么看？奥巴马就说了，而我怀疑最终达成的任何协议会与我们当初达成的协议有多大的不同，或者说能有多大改进。而毕竟我们最初达成的那项协议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发挥作用，直到美国退出了协议。也就是你特朗普，你只要跟伊朗人签协议，你最多也就只能签到我当年签的那个样子，你一点都多不了。想用谈判搞定伊朗没门。当然了，奥巴马倒并不是说谈判这个不行，是说你谈判你最高水平也就谈到我那儿了。博尔顿说，他说如果伊朗政权没有发生更替，核扩散将不可避免。他认为一旦石油收入恢复流动，伊朗将重新建设其军事与核能力。这个不用怀疑，因为毛拉政权还在，他一旦有了美元，有了钱，马上就要发展弹道导弹，要快速的去发展核。博尔顿指出，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土耳其以及埃及等国都会观察美国是否展现决心。如果美国影响力被削弱，这些国家可能会启动自身的核计划。博尔顿说，他说特朗普不会派地面部队，这是既定事实。他指出，伊朗国内政权虽然不受欢迎，但民众也害怕宗教极端统治。博尔顿认为最糟的情况是在接近成功时过早停止行动，也就是说特朗普过早的停止了军事行动。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显然达不到以色列的要求，以色列发现自己被出卖了。以色列当初它的核心诉求，一个就是核武器，一个是远程攻击武器，就是弹道导弹，一个就是地区代理人。那3个对以色列来说这3个条件每一谅解备忘录是一个都达不到的。那以色列认为你这个协议签下来对以色列有损害，以色列人被出卖。以色列新消息电视台网站援引几位高级官员的话说，以色列领导层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近期与伊朗签署协议表示不满。据报道，其中一位官员在接受以色列新消息电视台网站采访时表示，特拉维夫认为这项协议很糟糕，没有人对此感到满意。他同时强调，美国也明白协议不合以色列的意，损害了以色列的利益。另一位官员认为这项协议是失败的，美国总统签署协议是无视以色列的利益。他说特朗普出卖了我们。那么就在美国和伊朗要达成协议的时候，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又展开了军事行动，一下让美伊谅解备忘录又处在岌岌可危的地步，所以这个又激怒了特朗普。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协议之际，以色列空袭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称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虽然黎巴嫩真主党率先发动了攻击，但黎巴嫩真主党的袭击并未造成任何损害，无人死亡。以色列不应该在这种时候发动袭击，这次袭击险些让协议毁之一旦，这让他感到极其愤怒。
说内塔尼亚胡为什么非得发起一场该死的攻击？我简直气坏了，我让他明白这一点，他简直毫无政治判断力。我要让他明白这一点。特朗普说道。对于这个特朗普说内塔尼亚胡毫无政治判断力，而且他指责说内塔尼亚胡一直以来是个非常难缠的人。对此，以色列官员称，特朗普的公开声明简直是当头一棒，这令他们感到震惊。据《纽约时报》的报道，特朗普接受该媒体采访时再次抨击了内塔尼亚胡。特朗普说，内塔尼亚胡是个非常难缠的人，而且老实说，他应当对我们所做的深表感激，因为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恐怕撑不过2个小时。以色列时报报道，以色列官员对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的猛烈抨击感到震惊。特朗普的声明简直是当头一棒。美国对以色列的限制已经升级了，指望我们不对黎巴嫩任何地方发动袭击，这与战略盟友的行为完全不符。由于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南部贝鲁特真主党的基地，所以伊朗立马表达了强烈的抗议。这个伊朗卡里巴夫说，以色列对贝鲁特侵略再次表明，美国要么缺乏履行承诺的意愿，要么缺乏履行承诺的能力。为以色列政权开绿灯并不能带来任何好处，并且指美国在扮演好警察与坏警察的把戏已经令人厌倦了。也就是说，你美国和以色列两人唱双簧，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我们都看腻了。卡里巴夫说，如果既无意愿也无能力履行承诺，也说美国说特朗普，如果你没有意愿也没有这个能力履行承诺，就别再谈什么继续走这条路了。所以据说特朗普给伊朗方面劝说伊朗不要报复以色列。本来伊朗说了我要报复以色列，以色列又轰炸贝鲁特，但是特朗普给伊朗打电话不要报复以色列，因为他要报复以色列，以色列必然会还手，那美以这个停火协议恐怕也要泡汤。所以说你看特朗普不容易。这个特朗普在真相社交媒体上他发个帖子，他说今天上午对黎巴嫩首都袭击本不该发生，尤其是在我们即将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特殊日子里，以色列有权自卫，但他所回应的袭击规模很小，毫无意义，没人员伤亡。也就是特朗普的意思是我80大寿，我现在就需要这个谅解备忘录，现在马上就差签字了一下吗？你不能克制一下吗？黎巴嫩真主党炸你又没炸死人，他就发了几枚火箭弹，你忍一下。以色列不应在黎巴嫩任何地方发动袭击，包括真主党在内的其他各方也不应该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也就是你真主党你也不应该炸以色列。这可能是漫长而美好的和平进程的开端，让我们不要毁了它。以色列马阿里夫报报道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最近一次通话中明确告诉美国总统特朗普，以色列不会同意从黎巴嫩南部全面撤军，包括目前由以色列军队占据的5个据点。而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里面，这伊朗是要求全线停火，还要求以色列撤出占领的黎巴嫩真主党的那几个据点地盘。以色列明确说了不可能，所以美国和伊朗两人谈的谅解备忘录从一开始不可能，充满着各种诡异。所以现在我觉得咱们还有一种可能，什么可能？那只能说6月19号看他公布的最终的文本，我看更像是特朗普为了停火，为了油价，他要把这个事情拖过。在美国的中期选举还有3个多月，对不对？你想想，双方的一个谅解备忘录就谈了2个多月，那接下来3个月能谈啥？谈不了啥。虽然说谈60天，后面再延长。所以我相信特朗普恐怕是在中期选举前先达成一个停火，停火之后油价自然会下降，减轻他中期选举的压力。他只要3个月里面他忍住了，他不再去打伊朗，他把这个事情淡化处理，让大家感觉好像伊朗的事情结束了，咱们这按照协议再谈。反正为什么特朗普一定要把伊朗不拥有核武器，什么把这浓缩铀稀释，也就是尽可能的把这关于核相关的东西放在谅解备忘录框架里面，要伊朗先承认。那这样特朗普他就可以宣布我胜利了，后面谈的都是细枝末节。伊朗人已经承诺不要核武器了，也不研究，也不买，也不发展，完了之后这个铀原料我们要在当地销毁。那
至少在中期选举前，特朗普他就拿这个，他就当做他胜利在宣布一个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那油价自然会降下来。所以我觉得特朗普要这么一个谅解备忘录，实际上我觉得他是要拖过美国的中期选举，他先锁定他的收益。中期选举结束以后，无论是特朗普赢了还是输了，后面很有可能接着干。所以接下来这3个多月，恐怕就是双方扯皮打嘴仗。而以色列呢，那当然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所以特朗普批评内塔尼亚胡，你没有政治判断力，哥们儿，我最支持你。现在我需要中期选举，中期选举如果说过不去，我就成了个跛腿总统，我还怎么支持你？所以说你忍一忍都不会吗？说他为什么要说内塔尼亚胡毫无政治判断力啊？那你想这什么意思啊？现在对特朗普来说，对内塔尼亚胡这是什么？最大的政治是保中期选举，只要政权还在特朗普手上，特朗普议会、众议院、参议院再掌握在他的手上，那他接下来想干啥就干啥。一旦是吧，参议院失守还是众议院失守，那他就成了一个跛腿总统。所以我觉得现在，要不然你不好解释这个事情。目前看，可能是特朗普为了锁定收益，好应付中期选举。虽然他嘴上说了中期选举所谓不在乎，但是他的压力还是很大的。美国的油价在涨，美国的通胀，美国的那些支持他的人现在意见很大呀，很不满。为了中期选举，我认为他仓促，他强行达成谅解备忘录。而谅解备忘录很有可能6月19号公布的那个对美国比较有利，也就是特朗普解释起来，他目的达到了。伊朗说不搞核武器了，伊朗承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只要油价一降，美国人对特朗普的不满他就会下降。至少以前特朗普的拥趸支持特朗普的人，现在又要重新再次支持特朗普。所以就谅解备忘录就谈了2个多月，那你想想后面的60天谈个120天没毛病，谈个240天也有可能。特朗普不至于傻到协议一签立马就给伊朗付240亿或者120亿，对吧？他也不会傻到说协议只要一签，伊朗还没有承诺去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就撤了，不封锁伊朗了。双方还有的扯皮，我们继续密切关注，就是6月19号之前，说不定还充满变数。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